香港都有華爾街之狼，點解有啲基金回報驚人，有啲就平平無奇呢？除咗睇底層嘅資產之外呢，其實最緊要係睇背後操刀嗰個人。今日理財貓貓堂一齊睇睇佢。首先你要分清楚兩大門派，第一種呢係主動型經理，目標呢係要贏過個市，幫你去揾出俾人低估嘅寶藏。第二種呢就係被動型，例如指數基金，佢哋嘅目標只係想100%跟隨大市嘅表現。如果想知道個經理啱唔啱自己呢，就要睇兩樣嘢嘅。第一，睇資歷，佢管理呢隻基金幾耐。如果隻基金表現好，但係個經理係啱啱換咗個初哥，咁佢嘅過往表現呢，其實就冇晒啲參考價值噶啦。第二呢，就係睇風格嘅一致性，佢係咪無論升市或者跌市呢，都可以堅持自己嗰套策略，而唔係隨波逐流。不過要記住呢，名氣大唔代表一定賺嘅，有啲明星經理管理嘅資金規模太大呢，其實可能係會面臨策略執行同埋投資靈活度受限嘅情況。總括嚟講呢，揀基金經理呢，唔係追名牌，投資係一場長跑，揾到一個好嘅經理呢，咁個人都安樂啲。